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9月15日，经验上帝与改变世界，人来去，神永在。我们今天要读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8章6到18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箴言4章23节。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达克斯这位学者他说，人最大的需要是明白什么是他的最大需要。哇，这句话讲得真好啊！我们知道人最大的需要其实是什么吗？每一个人你会说不一样，是吗？今天的经文来到了，哇，我们要看到一个外在非常的帅俊美的押沙龙，他怎么样在这个征战跟他的父亲大卫的军队正面对决。这位押沙龙他内心他所需要是什么？我们知道昨天我们最后看到大卫心很矛盾，一方面要他的将领尽心尽力去征战，但一方面有命令为了我的缘故不要伤害那年轻人。这个很难啊，很矛盾，很难。我们知道大卫心中要的是什么吗？我们今天要来看他儿子怎么样子透过这个征战当中回顾一个人，我们能不能更了解我们自己的需要是什么，以致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发现我们是信靠这一位神，认识他，以致我们最大需要可以被这一位主来满足。因为我们的需要其实在于主，他都有。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好吗？哇，这个今天精彩了！大卫的军队出去到田野，跟以色列军队在以法莲的森林里打仗，在田野跟森林打仗哦，哇，这个人多跟人少在这个场景来打仗，就这个优势劣势都出来。我们看第7节就知道，以色列人被大卫的部队打败，死伤很惨重。那天有2万人阵亡，因战事蔓延到周围的田野，死于丛林的人比战场上被杀的还多。我们就知道在丛林跟森林里面，丛林里面人多是反而这样，反而不利哦。所以几个大卫的部属碰到了押沙龙，当时押沙龙骑着骡子经过了一棵大橡树底下，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的，结果骡子跑掉了，结果他被挂在，因为他的头发很长啊，被挂在这个树上，可是骡子却跑掉。哇，这个景象真的是被困住啊！大卫的部属看到，赶快就去报告约押，说哇，我看到了这个押沙龙在那棵橡树下。约押说，你看到他为什么不杀他？我会赏你10块银子跟1条的皮带。那个人回答说，你给我1000个银子我都不敢动他，你没有听到王的命令吗？因为你跟亚比筛和这个以太说，为我的缘故要保护那年轻人呢。如果我违背王的命令杀了押沙龙，王一定知道什么事都瞒不过他，那时啊，你一定袖手旁观，我可不要啊。这个士兵蛮聪明的啊，蛮了解这个情势，蛮知道大卫的心跟这整个人际之间的这种微妙啊，可以说这种的张力真的很难以做选择。约押说，我没时间跟你啰嗦，连忙的他带了3根毛去，趁着押沙龙还活着，挂在那棵橡树上，就把毛刺透押沙龙的心。哇，这个接下来我们知道这个代志大条啊，对不对啊？当然接下来就记载着押沙龙可能就是他已经死了，那么约押就
吹号角，停止攻击，大家都回去，也不再追赶以色列。然后他们就把亚撒龙的尸体就放在大坑里面我们看到亚撒龙最后的这个命丧在他人生最优势的他人生最优势最被称赞的就是他的头发。我们的上帝很奇妙，我们有没有经历上帝再怎么样的编剧都很难写这样的编剧，这样的情节其实也让人心痛，让人一时傻眼，真的。但我们也看到人跟人之间的心，明明大卫的心展现给将领看，当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些去打战的，或者是部属碰见亚撒龙挂在树上，不敢动他，不敢杀他，因为他心里很清楚那个结果。他更清楚，他杀了以后，这个约押现在命令我去，可是到时候约押一定袖手旁观。亲爱的大家，这就是人的心人的心因着利害关系，这个人说变脸比翻书还快，真是这样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更清楚知道约押的心哇，很难懂很难懂。看到这里还不太能懂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决定一个人一生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这个到底会怎么样？人来去，神永在。这位神永在，他真知道我们有限的人的心，他要的是来引领我们，引领我们走在他的光中。这是今天音乐牧师连结的一间教会他们所写的一首歌，恳求主引领我的心可以走在主的光中，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在那个黑暗，因为人的内心因着罪性，我们很容易就变脸，我们因着我们的心变。感谢上帝，他接纳我们。亚撒龙今天会变这样，其实因着他真的很多时候他的心就是没有被接纳，好不好？我们在人生中，这位赎回我们生命的主，他要引领我们。困难重重，我们感到绝望，但主的话使我们坚立站立。公义的主，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只要举手紧紧抓住，我们一生专注于神。信实的主使我们拥有全新的盼望，他应许是永不会改变，他是信实的主，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光中。困难临到我们，紧紧跟随主吧，主的光要复辟我们，我们全然信靠吧，坚定不移吧，因为人生太难了。我们来默想亚撒龙被人称赞的头发，却成为他的致命点。一个人出众的优势，也可能是他脆弱的致命伤。这个事实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你一直都在。人的生命有限，来来去去，但主宝贵的是你给我们永恒，你让我们经历到你的永恒，经历到你是光，你引领我们走在那光中。你呼召我们要起来改变这世界，不是主你不能，而是你邀请我们跟你一起。或许困难重重，
但主你的爱也充充。你使我们有你的话语，我们得以建立站立。谢谢你，公义的主，赦免我们的罪，紧紧抓住我们。我们要用一生专注于你给我们的使命跟道路。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我们，我们今天要活在那光中，因为主就是光哦。我们明天见。